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奶鸡烟肠。台中大安区农会甲中华县的分恒乡农会合作推出这个奶鸡烟肠，是选用分恒在地乌叶仔的奶鸡肝，结合着大安有产销履历的猪肉来做的，讲有迄个酸甜的果香，真好食。 这是大安区农会和中华县分恒乡农会上新推出的奶鸡烟肠，特别选分恒乡在地优胜的农产品乌叶仔奶鸡肝，先浸伫奶鸡酒了后，再结合大安产销履历所加工做出来的。香肠的口味的部分，我们有在着修我们的中药材的部分，让它的荔枝的风味是更明显。 大安区农会真积极和各农会合作，开发各种水果烟肠，像红龙果烟肠、梅仔烟肠、柚仔烟肠。最近又推出第4种的奶鸡烟肠，香甜可味酸的果香，加上高级的猪肉，看起来真好食款。整体的荔枝香肠的呈现呢，突破了以往市面上的这个荔枝香肠，也把猪肉的这个鲜味呢完整的呈现。特地跟大安区农会研发出这一支荔枝香肠。 味道很特别，也很奇特，可以让大家来尝试看看。分恒乡农会是全台湾乌叶仔奶鸡主要的产地之一，这摆嘛结合大安区农会的加工技术，帮助农友创造出新的价值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